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4页。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第5章，对头算倒来第5章，就是解说甲诸佛妙理非观文字。即马爱来说的解说一面，就是年经义字，遍过理中积德因。此是有道之事，义请强用，有为武效，贤顺做缩量，及其民经来渐列。即马呢，就是要来解说这道理。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对无尽宗比丘尼安尼讲啦，讲诸佛的妙理这甲文字呢是无关系。我即句讲就是讲，我虽然是无了解文字，但是对诸佛的妙理已经有体证所以呢，你问我的道理，我会使讲互你听。但是文字呢，一字一字不一定会当互来了解。即个年经义字，年就是咧指这位无尽宗比丘尼。讲这个无尽宗比丘尼就感觉到真正惊吓，也感觉讲到非常特别这个意义就是真正特别。咱讲真惊吓，真正特别呢，就是讲佛法，咱一向拢是爱靠经典的文字，就是讲将经典的文字才会当互来体会到佛法。但六祖慧能大师呢，却毋是将经典文字去体会佛法。六祖慧能大师却是离开了经典的文字来体会佛法，所以感觉到真惊吓，也感觉到真正特别。就遍过理中的奇德，遍过就是讲普遍来去甲讲的意思。普遍对于这个理中就是讲在于迄个乡里内面的这个奇德。所以，讲做积德呢，就是年纪真悬，也真有道德的人，这名叫做积德。当然，这个积德是包括了佛门的长老，可能当时呢，也包括了迄当时阵所有遐地方的有志，地方的有名人士。讲此是有道之事义请强用。此就是在指这位六祖慧能大师。讲这位六祖慧能大师呢，是一个有道之士。这个有道之士，就是讲伊呢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安尼名叫做有道之士。义请强用，就是讲应该呢爱甲请来强用。就是讲，应该爱甲礼请，应该呢爱好好来甲强用才会使。当然，迄当时阵呢，可能无一种比丘尼，也毋捌这位慧能大师是何许人物，所以只有讲伊是一个有道之士而已。一并毋知影讲六祖慧能大师已经得到五祖的法。一边讲有为武效，贤顺做质量讲呢，有一位在为迄个时阵的武帝的这个号这个就是讲武帝下面的这个大臣，大臣的贤顺，名叫做质量。伊就甲这个机缘就经来渐列，
大家就小静来看，小静呢来甲伊礼拜。也在即个所在啊，有一个决号讲为一族人呐。讲即个为呢，其他的所在啊，也叫做讲做钱啊，武和贤顺做质量。即个为的即个武和，在为字源咧讲啦，讲太祖的武帝啊，是姓祖，伊的妃呢就是楚。所以伫遮所讲即个魏帝，魏即个武帝就是咧指即个周楚。那即个周楚伊的贤孙，有人甲伊封侯，所以呢名叫做讲做武侯。啊，伫遮所讲即个贤孙啊，应该就是系孙才对。啊，即个系就是讲系统，就是讲伊的系统。伊的孙啊，安尼就变成即个晚孙啊，毋是讲伊的贤孙而已，就是讲搁再过来一代真远的一个孙。即个孙是啥物人呢？就是周哲良，姓周就是哲良。伊即个人呢，以及啊遐个居民，就是讲遐个老百姓啊，听到武真宗比丘尼。讲即位出家人是一个有道之士啊！因呢就小静来看，小静来甲伊瞻礼。这边讲是宝林高士，自随末，平好议会，随意故记中见凡物，言书记之，我成宝方，始自9月2日，又为恶。动心毒，此乃顿悟前山。讲在迄个时阵，即个宝林高士，就是讲即个宝林寺啊，是一个高士。即个宝林高士呢，主张水调迄当时阵啊，那就平好议会在水调的末期。因为当阵有战争啦，结果呢就受到战争的灾害，这件事呢已经毁掉去了。啊，这个隋地啊，本来是在中安迄个所在啊，作为首都，也隋朝的时间呢并无介久，只有38年，结果呢，煞来就是变成东朝。啊，这个隋朝的末期啊，因为迄当阵的战乱所以连这件事呢都受到灾害。因为大家认为讲，这位慧能大师呢是一个有道高僧，所以当然呢就请伊来这个宝林高士。那在迄个时阵有这个宝林高士，本来就将隋朝的末期去战争毁坏去，但呢就在这个故基，这个故基就是讲本来迄个地基的所在，搁再重建凡物。重建凡物就是讲伫迄个所在呢，搁再重新搁再起迄个凡物。这个凡物就是佛寺啦，这个凡就是清净的意思。这个物呢，甲咱迄个屋是同款的意思就是讲清净的一间这个厝正就是咧指这个佛寺。言书记之，这个言就是言请，就是讲就安尼就请这个慧能大师伫迄个所在住。我成宝方，我就是讲真吉真吉呢就变成一个宝方。这个宝方是啥物呢？宝方就是寺院有讲急国中者，宝黄金地为客人，所以呢，寺院呢名叫做宝方。在《大集经》原来讲密是如来示现无量神通力，渐渐智秘七宝方中，就是讲有一个时阵佛
就实现了无量的神通力，渐渐就到达这个七宝峰中。所以这个宝峰就是个智佛寺道场。又搁再讲诸大菩萨具强法，来自三宝世界大宝峰中。这讲来讲去，拢是在讲这个佛寺啦。那就是讲，这个宝林古寺本来已经是毁掉去也因为要请慧能大师点大，搁再甲起起来。请慧能大师大，搁无偌久啦，就变成一间真正庄严的寺院。为什么呢？就是伊德之所感调。讲师自9月2日，又为恶党心着。师就是个指慧能大师啦。讲这个慧能大师点9个月了呢，又搁再互迄个恶党，搁再来甲心着。就是讲，搁再互迄个歹人甲伊约来。歹人约来要安怎样呢？师乃顿悟前山。迄当时阵，慧能大师为着骗人，结果呢就顿。这个顿就是温顿，就是美起来意思。美去啥物所在呢？美到迄个前山的所在。讲避其唱好小错目。那因遐恶党知影讲慧能大师是秘入迄个山底，因遐人呢也无要办理干休，结果呢就唱吼，就是讲起火就来烧迄个山的草啦，或者是讲树啦。伊的用意就是要将慧能大师来甲烧火死。所以这个恶党心呢实在是非常歹。师温馨爱入色中特别，迄当阵慧能大师呢，伊的身躯就将你硬将你甲剪入去，将你甲刻入去迄个石头中间，就是讲为着要避难啦。也有大粒石头，也火够石头火是袂烧去咯，所以就将你呢硬剪入去迄个石头甲石头的中间，特免就是讲，才会当好来免除去互火烧死的即款的作用。所以叫做讲做特免。讲色金有师辅助7行及医报之文，因明必然色。讲迄粒石头现主是呢有慧能大师伫遐辅助的迄个7行。这个7行就是讲伊迄个辅助的咱这个骹头乌伊迄个有一个叶，有一个魂，以及甲这个衣布一文，就是讲衫的这个布有一个布纹，因此呢就名叫做避难石，将迄粒石头甲伊叫做讲做避难石。这个辅助应该是叫做结跏辅助。这个结跏辅助依照慧能伊的音义所讲，这个结跏辅助有2种，一种名叫做结相助，一种名叫做降魔助。那这个降魔助是安怎样坐法呢？就是先将倒骹吊入来，即马这个正骹呢吊入来，甲伊跪对倒骹的面顶，这个骹头对面顶，然后呢，再搁再用这个倒骹，搁再吊起来，甲伊跪在正骹的这个骹头对面顶，这呢就是变成讲，先以这个正骹，来去压迄个倒骹，倒骹再过来压迄个正骹，这个名叫做降魔助。若是相反的，先将这个正骹甲伊收入来，屈入来，即马用这个倒骹来甲伊压在正骹的面顶，搁再过来由这个倒骹压倒起来，再用搁再正骹压对这个倒骹
会面顶起来，安就变成就是叫做吉祥座。这两种的坐法拢是可以。其中呢选择无论对一种都可以。即马伫遮所讲，为什么石头有迄个慧能大师辅助的七行啦？这就是表示讲慧能大师伫迄个所在有打造过。打造过迄个石头遐尼正定的物件，为什么有一个叶伫遐呢？这也正就是表示讲慧能大师的神通。不但是讲坐迄个所在有一个叶，而且呢，迄个衣，就是讲迄个皮衣迄个衫呢，布当有一个布纹咯，一个布纸，连迄个布纹还佫有伫咧。这呢就名叫做讲做碧蓝石。对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一般的人会袂相信，但咱必须了解，咱佛门中有真正一个不可思议的事迹。这款的不可思议的事迹呢，并不是用过咱一般人的常识来去甲想，来去甲了解。假如讲若是以一般的常识来去了解呢，安尼就佛法啦，无啥物款的特殊无啥物款的奥妙所在。这点呢，咱必须来了解。下面讲四益五祖怀会之众之足，随行运务而一言。师就是个指慧能大师啦。慧能大师呢，想起这个五祖就是方金大师，有这个怀会之众之足。五祖方金大师有甲伊讲啦，讲方会即止那么方怀即止二会即终。意思就是讲，你到这个怀集观，到这个怀集观，或者是讲到这个四会观，这个所在那你必须啦，就爱去避难，就是方怀即止，二会即终。这个方怀即止，二会即终，咱看第七页正文第七页这个所在，第七页。较尾遮，方金大师就甲伊讲啦，讲这个医这是一种的争端，就是讲这是一种的争夺的祸端啦。所以你就赶紧将这个衣钵摕咧，你离开这个所在。迄当时慧能大师甲伊讲啦，讲师傅我要对对去迄当时阵，这个五祖就甲伊讲，方怀即止，二会即终。这个怀。就是属于怀集观，会就是四会观，就是讲你到这个怀集观就爱伫迄所在停止，到这个四会观呢就爱藏起来，就唔通再出来了。因为祖师呢有对这款的交代，结果呢就稳在这个义一，这个义一就是讲这两个这个都市。那这两个都会是什么所在？就是这个怀集观甲四会观，结果呢就稳重在迄个怀集观甲四会观这个所在。那对于这段的公案呢，我在这所在必须爱补充的说明。这段的公案变成讲搁再走倒转来，就是讲这段公案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所在？咱来看第九页。第九页的这个所在。有伫咧讲，这个慧能大师将这个衣钵已经摕咧离开祖师啦。迄当初有一个慧明呢，就甲伊约来。即马约来约到尾呢，虽然是讲有去约着，伊想要甲抢这个衣钵，毋过慧能大师将这个衣钵甲伊放伫石头顶，这个慧明本来是介有力，但却无法度将这个衣钵甲伊摕起来。迄当阵，伊就转换心为求法的心，就来请慧能大师甲伊开示。慧能大师甲伊开示，就是讲不思善，不思恶，正义模式，哪个是命相做本来面目？这个慧明就言下大悟。言下大悟了后呢，这个慧明因为受感化，所以就拜伊为师啦。拜为师了后呢，当然伊就离开这个慧能大师。
离开即个慧能大师后边，人过来约来，迄当时阵啊，问讲你有看到无？迄个慧能对去无？那迄个慧明呢，就跳一个甲讲有啊，伫对去啊，拄则我找呢就找无人，毋知拄对去毋知。安尼就是讲，即个慧明因为伊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感化，所以即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就会当回来骗人。因为其他人伫要找来，即个慧明甲伊讲就找无啊。既然伫遮找无，咱另外过来去找啊。事实上就是骗遐人，甲骗走。骗走了，迄当时阵，即个慧能大师就将红梅迄个所在，就向南就行，向南行到对呢，就是转去到即个小洲，即个漳河川，就是转来到即个广东，转来到广东迄当阵呢，根本无人知影伊是啥物人。换一句话讲呢，就是讲根本无人知影讲伊就是六祖，伊就是五祖传回即个六祖。所以在迄个所在呢，就去拄着即个无尽藏比丘尼。一番问答了，无尽藏比丘尼呢，只有知影讲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有道之士。但迄当阵呢，伊也毋知影讲伊就是五祖传法予伊的禅宗的第六大祖。所以呢，就请就甲所有人讲啦，讲咱遮有一个有道之士啦。所以结果迄当阵就有真正侪人来甲伊顶礼，来甲伊供养，搁再请伊住在即个宝林故寺。但是宝林故寺搁再住9个多月了，结果呢就去即个恶党过来甲心着。所以咱即马看即个地高也就可以了解。地高也中大者讲慧能休至做客，又被恶人心着，乃以四会避难纳人队中。这呢就变成接来伫啥物所在呢？接来讲始祖9月2日又为恶党心着，变成就是接这个所在。因为这个恶党甲伊心着所以结果啦，这个慧能大师啦。人要甲伊陷害啦，伊就走去山里，结果呢，人佫用过即个火要甲伊烧，火要甲伊烧，结果呢，伊即马秘入去迄个石头内底，秘入内底互伊烧无着，所以啦，伊又再佫出来，想想讲祖师甲讲过祖师呢所甲讲就是讲方怀即止，义会即宗所以我应该呢，就是爱先稳基在即个怀集观甲四会观这个所在。那因此呢，这个慧能大师只好就在这个四会观的这个所在，就避难在迄个立林队中。在迄立林队中呢，经过了15年，拢甲遐个拍来人做伙，王基请呢就对因来随意说法。若看到有迄个精神这个禽兽之类去遐个拍来人挡着，只要伊若有机会，就是讲若遐个拍来人无看，就赶紧放掉，就是该放生。伫遐住15年了呢，想讲当我嘛会出来说法咧，定伫这所在稳基嘛毋是办法，所以就安尼才佫出来了才去广州市，拄着印宗法师来讲了环境。在迄个时阵有即个轰动反动的即款的争议，就是讲有一个出家人讲是动反的震动，有一个出家人讲毋是是反的震动。伫遐伫咧议论纷纷。迄当阵慧能大师才甲讲也毋是反的震动，也毋是动反的震动，乃是你人者的心伫咧震动。哇！大家惊一个讲即个出家人，甲看起来为什么我都讲到即款的奇妙的道理啦？迄当阵即个印宗大师已经知影讲，即个毋是普通人，就甲伊请去了后呢，才甲伊讨论一寡佛法。想讲有听伊讲五祖的法已经南下，那安尼你即位是毋是就是六祖啦？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呢，已经去印宗法师知影讲，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以也老实甲伊讲是我
我就是属于六祖慧能。就安尼啊，才一直来弘扬佛法。所以伫即个所在所讲的即个机缘这段，就是讲伊转去小洲，也有一个无尽藏比丘尼，伊来对说法，乃至伊踮在即个宝林寺，咱搁再甲伊约，也以后呢才去稳藏起来。那这段就是应该是在咱正文第9页，正文第9页在迄个慧能后至做客，又被恶人心着，伫即个所在，或者因缘，咱若是讲无解解说清楚，变成讲奇怪为什么前后迄个时间敢若像无啥会配合的款？那事实上就是应该依照我拄则所补充说明，安尼就对因为祖师甲伊讲啦，讲你应该都爱稳起来，所以结果伊就在迄个怀集观四会观迄个所在来稳基，来抬基，抬到基缘到，才出来讲经说法。注意听先听众，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